去年9月都营运的新化果菜市场，因为以外观建筑真有特色，互人号做是全台湾上界水的市场。不过最近店家就伫批评讲，这建筑设计无理想，毋但会破雨，日头也会照入来。台南的农产运销公司是回应讲，已经向中央申请经费，明年5月进前呢会甲这布棚大复设。甲巴瑞的水果寒天冻着时，袂少人拢会来遮买顿去，互人号做全台上水的新化果菜市场。伫去年营运到今，成150万人来遮观光佚佗。近来所有人表讲市场建筑设计有顶达，真侪业者反映市场无布棚，每若风台来，雨水规个泼入来。啊，若好天是日头光会照入来，地处轨迹拍着吉较景色。因怨叹市场设计无理想，毋望紧改善。四周围的摊贩哦，大家每一个哦，啊风台天，我就拢爱拿物件，拢来收哦，做伙砍哦，做伙，家己保护了好，才会当转去。啊，毋过安尼，阮足困扰啊，阮拢爱随时注意着天气。穿孔没办法挡雨，然后台风天的话，整个风都吹进来，没办法做生意。市场建筑毋敢有风雨的问题，嘛因为遮起较挑人，有真侪鸟仔来遮做秀，甚至鸟仔屎会滴落来，严重影响环境卫生。袂少摊商挡袂牢，嘛只好家己开钱做布棚。台南农产运销公司出面回应，目前已经甲中央申请1850万的经费，来解决破坏问题。因按照明年5月份进前会当完工。大家做来就安尼大洗布，安尼扫涂骹、洗涂骹呢，你啊，你食饭、食物件。哪回来落落？啊，有时放在头壳顶因。个软件已经慢慢来克吼，用干导水吼，啊，这部分已经有减价啊，吼，啊，陆续阮就来做进一步的改善。明明是果菜市场内底煞卖果子尔，农产运销公司表示，招商过程有较够工，因当咧拍拼招商，未来计划伫咧市场西边规划32家菜市单位，互市场买物件多元化，带动整个市场的发展。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。